第15章，温和的应答，互受气煞；刺插的话，激起受气。智慧人的舌咬讲知识，戆人的喙吐出愚妄。上主的目睭逐所在得看，好歹拢得监察。温和的舌是活命的树，讲话歪曲，损伤心神。戆人看轻老爸的管教，愿意受责备是明理。义人的厝内有真侪财宝，歹人所趁的，诚做家己的陷害。智慧人的喙保养知识，戆人的心毋是安尼。歹人献的祭，上主厌恶；正直人的祈祷，上主欢喜。歹人的路是上主所厌恶，追求公义是伊所喜爱。放杀正路的人会受严格管教，厌恶责备的人会致到死亡。淫妇甲灭亡，上主都得监察。世间人的心，搁较袂当对伊看目。自高自大的人无爱受责备，嘛无爱甲智慧的人参详。心欢喜，面就有笑容；心忧闷，心灵就睿智。聪明人的心找到知识，戆人的喙用愚妄做暂米。困苦的人日子歹过，心快乐的人亲像宴席无长。善车有得敬畏上主，较赢好业有真侪烦恼。食青菜大家相疼，较赢食肥牛仔互相怨恨。歹性地惹起冤家，无快受气会互三更煞。贫惰人的路互刺皮围地，正直人的路大条平坦。智慧的囝互老爸欢喜，戆人看轻家己的老母。无知的人看愚妄做欢喜，明理的人照正直行。无参详计谋会失败，顾问多计划会成功。应答合宜，互人欢喜。合时的话实在真好。智慧的人行上活命的路，则免落去下面的阴府。上主拆毁骄傲的人的厝，保护官夫的地界。歹的心思，上主厌恶；纯洁的话，上主喜爱。贪不义之财，陷害家己的家；拒绝贿赂，话长贺寿。义人的心想了则应，歹人的喙吐出邪恶。上主离开歹人真远，毋过有得听义人的祈祷。温柔的眼神，互人心欢喜。好消息，互筋骨勇健。听叹管教的人会长贺寿，会当甲智慧的人做伙徛起。毋听警戒是看轻家己，听叹管教会得到智慧。敬畏上主是教人有智慧，心有谦卑，才有尊严。